国际消息来看，美国因为推动临时预算案通过，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去互因共和党及右派众议员提出罢免投票过关。这个经过15摆表决才勉强上任的麦卡锡，正做是美国头一个互人罢免的众议院议长。I ended up being the 55th Speaker of the House, one of the greatest honors. I loved every minute. 8个共和党议员甲枪口向内，加上208个民主党的议员投赞成票。佛罗里达州极右派众议员盖茨罢免议长麦卡锡的提议，以216票赞成、210票反对过关。麦卡锡在记者会宣布袂阁竞选议长，共和党党团嘛也未就虾米人来接任有明确的态度。根据众议院的规则，临时议长由麦卡锡的盟友，也就是共和党众议员麦克亨利来担任，一直到新的议长出来为止。It's the benefit of this country that we have a better Speaker of the House than Kevin McCarthy. Kevin McCarthy couldn't keep his word. 麦卡锡的议长之路一直受到党内极右势力的主动。年初议长的表决经过4天15轮的投票才确定。因为迄当阵政治紧张的局势会当化解，是靠麦卡锡同意恢复英国只要一个众议员就会当提出罢免议长的规定。即马看来，煞真做伊乌空互家己跳的举动。Fear is the institution fell today. Because you can't do the job if 8 people, you have 94% or 96% of your entire conference, but 8 people can partner with the whole other side. How do you govern? 麦卡锡去用罢免上尾一个原因，是伫联邦政府运作大爱动点最后的关键时刻，伊选择甲民主党合作通过临时开支法案。去互盖茨指控讲，伊甲白宫私底下达成协议，要继续来援助乌克兰。众议院两党的比例，共和党是221席，民主党是212席。因为伫罢免案，民主党煞是选择甲共和党的叛军合作。华盛顿州极左派的女众议员加亚派尔伫投票进前对媒体表示，都互因伫无能的低调内底乌白量，还有人准备要看共和党内战的好戏。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